演戏有，各位同学，我跟你们讲，现在这个我们教的上课就是叫什么阿拜，那个小米是 level 个，那是 level 个，那就阿拜哦。他婚前的时候，因为明天老师要结婚，这个是要告诉族人，我们有那个自助的那个精神，我们都要全村的人、全部落的人都要做阿拜，不能工作。我们从阿拜开始，然后有杀猪，我们来看看杀猪的答案。不要乱摸哦，手不要乱摸。等一下，来两行啊。对，来马威的东西。你到这里两个。来，不好意思。到底是不是国小啊？不要打那么高。快点，上学喽！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再讲一遍。大声一点。他们在做什么？这个部落的人都要休息，我们都感觉那个做精神。全部落的人都要休息，帮忙衣服然后要杀猪，来个蛋糕，来带香菜，带玻璃饼干，带玻璃干，带巴士带盖，带菊花枝盖，带香菇老师带那布我给盖，然后带白兔，带大青树毛诶，带大不lengan呢，带那布，带让，来。好，看着来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来老师，来吧，不好意思打扰我们。我们是来看那个。喂，两个肉，把肉是跟老师啊。再加一毛3两。要这边很久了。我去年调回来的啊。上次我送来那个找那个红木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雾台了。一个小朋友的姑娘给我们包了，小朋友大家早。我们早，哇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要到前面去，我们要收音了。那个盖木那个海呀，那个盖木。木沙白美面。有阿爸这样吗？那就是杀猪啊！那个猪怎么讲？先把它盖。大声一点。啊，我怎么都慢？去做了。北念你不会啊？对，我这么做了，就是婚前杀猪。好，来点。哎，老师，没有，见习生现在外旁边看。这一组才是真正的主妇啊！这个是什么？那个黄兰是蛮甜的，是不是那个椒？猪脚是多的。好，消毒。
切肉啊！然后哦，那个空姐有一个专门操刀的，好的，那个啊，就来，咱们这个做了，不要耽误他们，不要耽误哦。是什么？你们上课？阿拉伯，慢慢打。啊，你过来这边。杜圈。喂，过来，你在哪有没有看啊？大声一点。然后光那不准备了嘛？还有呢？来，这个是那个该像这个他们有这个辛苦的人要吃，不好了。哎呦，阿姨吃啊！拜子来了。拍主持要吃的。看，小心。然后那个要讲的话，不然原住民的餐。该不有那个瓜布面？就是说要灌香肠。对，刷碗。他们打完之后，他把它上来直接切干净。是哦，人在现场，要大去。对，越重，而且两个，他们会讲那个山地人了，我那个人呐，七八万那个干的，我我来个米的不听啊，带猪的不该不听啊。哎，那么多那么那修改给怎么说啊？小朋友，这个就是那个猎人，年轻帅哥猎人哈。你看龙的这个爸爸，你讲一遍，他是什么？他的爸爸，大声一点。爸爸的他猎或者公主，几个公主带百合花。立马，带了。什么？他去山上。哎，什么？两个立马。都是在讲课，不懂吗？他校长啊，哪有这样的？立马多少？妈妈，再讲。再讲一次。然后过去这边。三毛呀，来。真的，他们装备吃的太多了啦。是什么？香蕉叶。不了，我烧去不了。我烧去不了。太过小的。还要努力多摆，小朋友努力多摆呢，知道吗？还是那么再带那么多人。叶子硬硬的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烤的时候它不会这样。然后这个太多了，我们要切。来，不要开心。过来，过来。多摆，你们看看那个节目做摆啊。你看，你也有顺序的排好哦。所以我们吃的蔬菜和马里木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在放阿拜直接放沙了，这个有两种做法，为什么这个没有叶子的时候，有的人喜欢不要放这个叶子，然后如果只有放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因为它会粘那个小米，所以它会放那个沙拉油涂在这里，它就会粘的多哦。好，你看
样和样，哥哥是沙宝，切，哥哥沙宝，嘎嘎沙宝，切。嘎嘎沙宝。你们都是嘎嘎，你看嘎嘎沙宝。沙宝。那多拉罗马的，热了西多，也把来热，那个不多了哦，刚才。我改，我改，那个你做，那个你mua。然后同学，这个哈，这个不多了他切了之后，来包括那盐巴然后搅，然后因为要做这个阿拜吼，所以要咸一点，这个要咸，它才会扩散，它的咸味才会扩散的出来。啊，它有几种做法？这个几种？2种，你喊来。呀，真的，哪里生干男的？都不过了。我们几个人了？都不过了。几年前那么高？他7年前，他6年前了。你们到8年前没有，我到几个？要戴口罩。我们讲因为那个口水会流下去。没有啦，我没有那种口水。没有，你现在有口水呀。还有。刚才我说有2种嘛吼，路该不该的不，这个是蛮能该。我们破晓就这样而已。哪里都没有的。对，马里面那个不能。哎。6年，这个呢，6年哦，啊这个呢，啊你，图一样嘛的，有的矮，有的高啊，都站的，啊。你来给我包包个地母了。那个白人那边过来，白人，我这边。难讲快。我们的罗一佑，请你介绍了过来，这边赶快再腌这个肉。他只是换盐巴撒盐。Mana kai? Ini. Mana kai? Apa ni? Mana kai? Asal jen. Jem. Mana kai? Bo. Asal. Lapor ke tim ho. Hey, mana kai? Lepas. Apa? Lepas. 是不是我们吃的津津有味？原来他们用这个本来是小米嘛，对不对？小米磨回来以后，它还要搅，就是要刚好均匀才这样，还要杀猪。你看那个我们原住民的先祖为什么我们他有放那个血？对，要均匀的话要用很久。你们看这个会做吗？餐具，那个大餐具不要用这个，不要包。之前我们在烧蛋卤，也要放太高了。应该你懂吗？那小朋友知道了哈。好，这样就杀完这个。小朋友练习包一条，再回去，煮熟了我再送到学校去。
来，小明，你包过来。3年级跟5年级过来。他就会请了，他就跟我们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去再问你家老板，来一下，问。对，开始。Sabar. Bilang akan ulasan. Kan ulama benar. Mana ada nggak kengu? Mana nggak kengu? Mana nggak umum? Mana nggak umum? 你们要以后要结婚，我们老结婚。辛苦啊！ OK 了吗？谢谢。